你们要是像勇将这样，我会当你们吗？苏北不出么事要当。我本来没聪明，不能打本哦。得了，骂起我要哎呀，骂懂的人指出之后就能搞4个，明天就能当啊。叫我说你们些什么好呢？我说上一句，你们能顶上7、8句，背书一句都背不出。好了，书你们是背不出来了，先生现在要与你们对诗。我对死对活了，我对死。我看你平日里可调皮的很，你先来。我对说啥？对诗。对死。我对死。你在做什么？我养死了。哎，你说你身上在养啊？好，先生就以样式为题。叫我你养死了，我有题目啊。对，干弄我干。你听了？哎，样样朝朝，朝朝样样，不样不朝，不朝不样，先样先朝，先朝先样。叫我。样样朝朝，朝朝样样，不样不朝，不朝不样，侬听着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不错，不生不死，不死不生，先生先死，先死先生。你走，你走，侬我样样朝朝，我生生死死，错个。你错倒没有错，你不尊敬先生，对我先生先死。我来的对死啊！侬好，我讲你不谁弄我了？我干不对了。我讲不过你。侬对了吃吧，侬脑筋我讲坏吧？没你们这样要当我。先生不要生气了嘛。勇将，我脾气呢。你这2个哥哥没有用了。我没有用啊，吃不落脚了。明朝天天阿王死里搞，还会死嘞！再顶嘴！你顶嘴！一打！哎呀！勇将，哎，到时到得好，回家去吃中饭。快点啊！来不吃，手配不出，还想吃饭？明年了，我想把吃吃了滚光了，的看呢。明朝阿王死里吃，再说。自个看了滚光了，偶然2年没吃。背书背不出，讲到吃饭，你们都来不及了。告诉你们，什么时候书能背得出来，就回家去；背不出，不许你们回家吃饭。你个内斗，你来不及了，你再跟。干了没吃我。明朝天天阿王死里吃，你个内斗，气死我了！侬明朝还不来了？气死我了！杀了我，气死侬！我跟眼都输到了，干聪明，我等2年我打死哦。都跟内斗一样。没错，饭没吃了都不让我杀侬。干侬，我吵都是有呀。贵呀，我饭没得吃了。哥哥，哎，想不想回家吃饭？想回家，门开不开呢？把那弟弟来救你好不好？好，你们走远一点。就俺们跳。哎，我救你，你要打我吗？哎，不打呢，我不能好。不打我啊，那我就救你。哎，他是不打我啦。哥哥，谁？那个狗，做啥啦？弄个大上牙中，乱讲，弄个牙头，侬不是大上牙中啊？我是妈妈杀的。好了，妈为啥弄啊？妈妈说过我们3个人是亲兄弟。好了，妈杀2个我包了，我杀侬啊？侬不杀了，妈杀我。妈妈说过我自己杀的。他石头了，干聪明，得打他。侬2个人到啥样子？如果了到啥样子？我不老是打肚子弄而已。我是妈。哎呀，妈妈！哎呀！
啊，举来，举了，举来。干嘛？哎呦啊我跟俺都读书读了介聪明咯，把那两人打了就到屋里下去活起来，到妈地方去告状了，妈要气死嘞。家龙哦，我等侬石头头来，把侬白头发烤起炒，到屋里去活侬，搞个眼都不能打出个，搿只妈气死了，呱啦呱啦打起来，搿好用啊？哎，好。哎，阿东，哎，哥都要痛哦。我会对我好。我石头五号。哎好。哎，石头，俺晓得侬无欲无求，侬为啥要碰我阿小个鼻头？快点！